台湾的薪水谈不到经济成就，20年代薪水早就讲都冇起。研究向观众表示，佢哋当时就将日本女水台染出所动力。亚期做事，大部分均靠2个到22K，相对係乃全問題呢。 我是赵志凡，我一直相信人类的未来现在可以实现。对，我喜欢挑战周边的环境，我喜欢把未来的科技实现出来。所以，我们 PVD Plus 这家公司发展的是动作智能科技，让电脑可以理解到人类的行为，预测人类的行为，甚至帮助人类的生活行为。这就是 PVD Plus 所存在的原因。我们希望将跟电影一样的科技展现出现在的人的身边出来，我们进而去发展呢动作智能科技出来。我们希望在3个月之内，将我们目前的云端技术平台销售到我们的第1位客人手上，这是我们的目标。我觉得创业就是一种人生的修炼，外在的一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内心的力量。 从小我就相信电影演的、小说演的，未来都会成真。而我从小就很喜欢玩游戏。当我看到钢铁人关键报告出来的时候，他可以在未来用手去跟东西互动，电脑可以知道我的行为的时候，我就想把它做出来。这真的是一辈子的梦想。所以现在我就只做这么一件事，就把它给完成。 我们是一个提供出动作智能科技的一家公司。其实现在世界上面每一个东西都是一台电脑，你的灯泡可能是一个电脑，你的台灯是一个电脑，你的电锅、车子可能都是一个电脑。那最好的方法是不是我指着它说，哎，打开，或者是我对它说过来，过来，过来，这样它就可以跟我互动呢？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做得到？ 对，那这就是我们的技术核心所在。我们可以透过像智慧手表这样的东西，或者是一个智慧手环这样的东西，去跟全部这样子类电脑的东西去做一个控制。这大概是我们想要勾勒出来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梦想。对，所以简单来讲是，很多的电脑它都知道人类在做些什么，但你必须透过一个 APP 或是一个界面进去。那未来我们希望电脑可以感知到你在做些什么。 PVD Plus 已經係資範提示牌創業咧，因為早喺2012年起時，佢就已經開始用 App 嘗試開發，結合服務勞旅遊產業，創業3擺，咱們失敗了3擺。不過亦都得到一個企業嘅創業經驗，學校一間細細嘅研究室就係佢嘅起腳點。這裡是我研究所跟博士班的實驗室的位置。 我第一次創業的時候是在台北，那個時候我還是學生。當我回到台中的時候，這裡就是我的 office。對，那後來創業失敗了，我回來埋頭苦幹，全部從頭再想的時候，也是在這邊。對，那很好玩的就是這邊也是我的跟我現在的夥伴相遇的地方，也是我遇到我啟蒙老師的一個地方，所以。 每當我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些，就是會迷茫的時候，其實我很喜歡回到這個位置來，就是告訴自己莫忘初衷，我到底現在在想些什麼，我的未來要些什麼。哎 ，Mark，哎，大 Q，哎，好久不見，哎，
土木内嘅杨明德先生就是资范工嘅启蒙先生，每系一摆牵成 PBD Plus 做得启动嘅创业轻重要嘅人。刚开始他有创业的概念的时候，我原本也觉得创业这么困难，你真的要投入下去吗？那后来我慢慢发现，他其实之前就有可能一些小的创业的失败的经验，所以有这些失败的经验，给他很多别人没有经历过的这些能力。所以除了我们在课堂上的这些理论以外，他自己又自学了很多现在在网络上才有的知识比如说3、4年前他就已经发展出一套软体，可以做无人飞机的影像的拼接啊、3D 模型啊，在灾害过后，他就可以用飞机把整个的破坏的地形把它摄影出来，然后做成3D 模型。这个是很难得的，一般学生可能都只是念书考试，他可以把知识做在实用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他很大的特质。我也跟志凡讲过，其实他如果不要花时间在创业，他很快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以他的努力，他的天分，问题是，拿到博士学位又如何？对他来讲，我觉得博士学位只是他在整个技术发展的过程里面顺便捡到了一块石头。我觉得这个一定不是他的终极目标，所以我才会鼓励他亲身去创业，然后把部分的技术拿来写论文，就足够一般我们对博士的要求了。资范一摆巧妙嘅事业就是智能控制，经过团队几年嘅研发，一下基建做得用作带装置来遥控无人飞机用嘅比例。不过技术方面还有点问题要解决，就是会受到环境变化嘅影响。故所因此就是一下轻重要嘅任务咧。因为我们的东西它是一种数据分析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跟硬体上面结合。那让大家最容易了解到的就是说我可以去控制一个像机器人或是无人飞机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要做这一个测试，把它跟硬体绑在一起，然后让人家去看到。OK 吗？然后先用这个。好。好，左边，参数 OK， 电脑上 OK 吗？停，有，手机那边参数 OK 的吗？随时不 OK， 我电脑这边接。往前一点可以吗？你没有反应，参数没有进来，没有进去。等一下哦。回来。你的手按钮按一下，重新 calibration 一下。刚刚那里在转的时候，那个是 motion 没有抓到，刚才在转的时候。我刚刚看一下飞行参数都还是正常啊，会不会是连线或者指令那边有什么问题吗？这我不太确定，而且我刚做动作的时候发现，就是我做完动作的时候，飞机还是没有飞，会一直延迟。对，说不定 chip 用公版做，说不定之后要改一下一些 chip 去做讨论跟处理。应该有比较好一点，比上次那台飞机好了。对啊，就是今天是在做飞行的前几次的测试，那现状不是太好，就是硬体跟东西之间的沟通，然后还有演算法可能之前都有一些小失误，所以有一些 bug 出现啊。对啊，其实这背后技术就是包含就是像 IoT， 然后动作感知，然后遥感测量，然后还有3D 动作捕捉，然后3D 行为重构，然后还有云端的大数据分析跟行为数据分析，它是一种综合技术的复合体。对，所以在整个在 build up 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对啊，这个就一直要反复的去测试，然后像飞机也摔坏了两台，对啊，所以现在这台已经是第3代，那我们有时候也不太清楚到底飞机是飞机的问题，还是我们开发的 algorithm 出问题，所以就要慢慢的反复去做一些测试。因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任何新产品在推出之前天初要做嘅。不过科技产品嘅研发有常时就像因以前人类盲发现嘅领域，
鼓手团队合作就变作hand卡重要，免去加价研发嘅关键。特别动作的那个准确度，或是每一个人动作的那个独特性，有没有办法被别人复制吗？飞行动作，比如说上下左右这些动作，他做一个特别的动作，比如说我要画一个爱心，或者我在签我的名字，飞机翻一圈，我们后台可以记录下来，就可以分析这些行为。基本上现在动作都会记录在后台里面。是。然后你说的那个画特殊爱心动作，那个就像是签名一样，其实那个就可以用另外再开一个接口出来，让你去做操作这样子。好评是资范研究所嘅同學，做咗3年技術替代役，張退伍就結天工業團隊，負責研發還有雲端資料庫嘅建立，咩係解決技術問題嘅重要事業。我研發替代役結束之後，就馬上就回來了。對，因為研發替代役那個公司其實它也是已經很有制度了，但是他們那邊就比較是穩定的接案型公司。然後我們這邊就比較像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打上去那種創造型的公司這樣子。當然，一方面也是因為很信任跟 Mark 之間的合作關係啊，因為之前覺得研究所之間的默契啊，然後加上他中間也會一直跟我聊到說他們現在團隊的一些狀況，就是像 Mark 也常常跟我們講，就是說你可能用一生這樣倒數過來看你整個人生的進程的話，你會覺得中間有參與自己創業這一段，就會覺得那是很特別的人生經歷，這樣子，不管成功還是失敗都是。然後這邊如果還要再請其他人協助確認的話，可能就請正昌還有 Mark 也一起就先測試過一遍吧。有問題的話，方便我們兩個開發這邊就同時去做調整。好像手有讯号，就是讯号卡住了。我们之前就发现说，如果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动作，或是这样的动作，对，光这个动作我们就花了蛮多时间，因为每个人会用的力道不一样，然后我们就一直去测，然后每个人对飞机起飞降落那个会速度啊，或者角度啊，我们都要一直去优化，能够给别人用的时候，就我们想要它用到怎么样的深度、怎么样的感觉，就要尽力把它做出来啊。甚至那个流程，我们都希望可以大家不用去特别去学，希望我拿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控制。小小的动作，但是也是花了蛮多个夜晚的努力。大概就早上6、7点办公室见，然后晚上1、2点就大家可以。也不一定会回家，可是在学校，我觉得我们都是一堆疯子，疯子都聚在这边，我都觉得。但是我觉得心里就会很清楚啊，就是这是必经的啊，这些很多很痛苦的事情啊，就是必经的。其实有一个很会受到 Mark 影响，有一点就是可能就是我们都觉得他24小时都在拼。譬如说晚上我写程式，然后可能遇到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可能2、3点然后问，然后还是可以马上回答。只是刚刚这点就是常常会想啊，就是带头的这么拼的，那我们在身边一起冲，可以一起冲的人为什么不一起冲？而且 Mark 整天都会收到那个猎人头，对他来说他有很多更好的机会，他都放弃掉，就是毅然决然继续做这个。那我觉得我们要努力冲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外面对外喊都讲说，一个人的梦想不是梦想，一群人的梦想就会变成成真。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就首当其冲，就是他得要扛的不是梦想而已，他要扛的是一群人的责任。事实上面可以知道，就是说，好，我们政府可能要补助我们一些房顶，但房顶远远不太够。然后我们在做测试试飞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已经在卖了，但
产品却还不稳定，然后看在它掉下来的时候是更加着急的，然后要骂也骂不下去，对，因为 partner 们都是我的学弟妹，那学弟妹们跟着我这样出来走，其实这就是一个责任，但在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要去仔细去想一下，就是到底下一步明天的那一碗饭要怎么再赚进来，所以我最常催眠自己就是定目标。分析目标，解决问题，达成目标，这的确是一家新创公司的 CEO 要做的事情。人讲好嘅领头者，就是做得带领团队对定共样嘅目标，向下去创造改变。不过，很较困难嘅，就是还要做得做出正确嘅选择。面对 PVD Plus 一下产品稳定度还有资金都唔拉嘅问题。子凡又会听出乜嘅发展计划呢？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攻打国际市场，可是我们的水位真的没有那么多，对，对，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去透过比赛或是政府补助的方法，我们要去我们的目标地矽谷来去做一次这件事情。因为第一，我想要第一次去矽谷是透过比赛的方法，然后这样子先去请大家帮我们开拓就是人脉圈。所以目标不用当第一名，目标要当的是他有找前5个出来，所以我们只要前5个进1个就好了。对，这是我们的目标。OK， 所以我们做简报的过程当中，还有 pitch 过程当中，我们要展现出来的是高度的 innovation， 高度的世界化，还有高度的国际观，对，然后还有高度的野心，这是这次子牛之星要达到4大目标。OK， 好，加油！台湾自牛之星係一隻做得帶領新創團隊到國際連接嘅創業級比賽。於2016年，佢哋會選出5隻創業團隊嘅負責人，去到矽谷進行8日嘅參訪。唔單止做得打開眼界，然後人脈，還做得直接然後投創面對面，爭取國際資源。故所用科技創業嘅 PVD Plus， 當然做唔得變成一隻前進全世界科技中心嘅好機會。不過10月初5就是決勝嘅 Demo Day，PVD Plus 做得成功冇，就要看佢本人嘅表現咧。因為昨天就一直在蕊英文，然後我等下還是應該用1口破英文在講。我中文講3分鐘，英文就變6分鐘，是不是？哦，因為要想啊，要想。對。全力支持我们老板 ，OK，eat together，let's eat together。也要全力支持一下我们。那你自己演啊。好 ，OK， 我们全力一下支持 PVD Plus，PVD Plus，PVD Plus。我今天是参加一个子牛之星台湾子牛协会的一个活动，那它是连接矽谷跟台湾之间的一场 program 的一个比赛，这是从早到晚都一直在灌咖啡跟喝红牛。那昨天晚上也弄到，就是从我们进去工作就连续24个小时以上这样在工作，对啊，那中间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说我们的整个简报重新结构再重改啊，然后因为我们要让我们 demo 有达到一些效果，而且在场的其他的创业者都是国际经验很充足的，所以我们为了要在这边能够有好一点的成绩，其实我们必须要补足上那些前辈们的一个差距。对啊，到现在为止，其实有点坐立难安了。在采访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脑袋都还在捋我的稿，对，我的手机拿着是因为里面还在捋我的简报的第一组，对，而且我们还是第一组，对，所以其实现在是真的蛮紧张的，对。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子牛之星的这个最后一个阶段的这个总决赛的 Demo Day。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欢迎我们的第一组的团队，他们可以进化到就是用你的手就可以控制你想要控制的东西。到底什么东西这么神奇？我们欢迎 PVD Plus 的 CEO Mark， 欢迎。Hello,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Okay. My name is Mark Len, and my team is PVD Plus. And no inventor, it can do something more like this. You can use the Apple Watch to control your drone, and maybe to control other robots. And you can, in the behavior, it know our behavior. And right now, I set a special show. I will joining a hard strap
One now, let's slow down. OK， OK， 刚好撞到桌子，不好意思。Landing safety, no problem. OK。各组团队抢有6分钟嘅时间来证明自家有才跳舞。喺子凡嘅健步结束过后，其他团队要停定上场咧。做地看到大家都全力表现，希望做地争取到去西谷嘅種門票。Today I'm going to introduce our new service called Airport Cashier. I love travel. Actually, my old teammates love travel. After we have over 500 travel experience. Okay, okay. Down, up. No, don't go. Okay. What we wanted to do is make it faster, more flexible, and more compact. And we did that by using what's called biophysical technology. 我们在谈新创，就是比较有创新的意思啊。那你要搞得清楚你在做的事情叫做技术创新，还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还是叫做其实没有创新？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几个团队，例如说那个 PVD Plus。那技术创新的时候，我们就在考虑说，它是不是跟之前的技术或其他的替代品有没有10倍好？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些东西，它只是连上手机以后取代原来的那个遥控器，所以我会觉得它就其实没有创新。那最后一个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会鼓励所有的创业者不要只是窝在家里研究自己的产品跟技术，其实对于整个市场上在发生什么事情，也要研究得很深。那你可以去知道市场的空隙在哪里，那我的产品在里面可以怎么发挥。所以，对于市场的研究，很有可能跟对于产品跟技术的研究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提醒大家，谢谢。啲评审嘅讲评了后，结果样嘅停电就会公布咧。上来子凡带定嘅 PVD Plus 有机会梦想成真冇呢？觉得应该是让我们去一下戏谷啊！你看大家前辈走那么前面，让我们去学，应该可以学也不少吧。不过这次就是一个人嘛，所以Mark先领头羊去看看，看明年可不可以大家一起去。对于我们来讲，今天其实我非常紧张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就是台下其实都是前辈，但是到底能不能去呢？我觉得比赛结果其实是在评审手上，那评审有个人喜好，所以接下来就是随缘。对。现在来呼声啊，对不对？现在还有6个团队，对不对？剩下6个团队。现在有6个团队，对不对？对。好，来。所以觉得 PVD 是第1名的，请欢呼。我一定要挺。有声音。觉得元盛生医的 Feeder 是第1名的，欢呼一下。好像更弱了。怎么会这样？看起来是群众的欢呼声跟有没有得名是？其实我们最后公布的是第1名 ，OK， 所以。看起来是群众的欢呼声跟有没有得名是不相关，对，所以最后我们就是要颁给我们已经约好，就是大数据显示我们要颁给群众欢呼声最低的，就是元盛生医 The Freedom You're the winner of 2016 Taiwan Marathon. Demo day. Yeah, you are the first one. Okay, you're the first winner. 比賽結果出來咧 ，PVD Plus 結局冇辦法得到評審嘅肯定，前進西谷嘅夢想未冇咧。雖然看起來還係開容小面嘅樣嘅，不過心肝度聽出多艱苦。我覺得你把事情說得太簡單了。我知道你在說什麼，但是 Open Source 的計劃，就我來看啊，100個不會成功1個，你只是把那1個成功的拿出來講而已。我沒有被你說服說這件事情是成功的。謝謝。不要氣餒。不會氣餒，怎麼會氣餒？我們心臟很大顆。OK， 好，拜拜，謝謝。其實我們一直都知道我們的問題在哪裡，就是我們需要一個市場驗證。我們一直都知道我們需要這件事情，因為我們去美國也是想要做這件事情。對，所以還是會有所期待，但是並不會因為這樣打亂我們的 plan。其實 startup 的過程是
是你不断的面对很多的客户，包含像这些评审，其实它都是整个市场端的一个环节，所以必须要去学会聆听他们的意见，然后了解，然后综合，因为有可能他们的意见很宝贵，也有可能不适合我们，所以我们自己要去做判断。对，所以我倒是觉得还好，就是多一个经验这样子，而且也可以看看别人的商业模式。我们刚刚一直拍别人的 pitch，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来了。都花时间了，就必须要学到，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概念。第一个遗憾结束了一場比賽，團隊嘅玉泉行開格格對台北轉去台中，因為剛開始創業根本就冇賺錢，故所叫佢兩條嘅車來做，真有辦法過日咧。因为刚刚在台北开会，然后就有厂商想要跟我们合作，然后就是谈比较久，然后就超过高铁的时间就买下一班，就是等下一班啊，也就比较就直接过来，没时间回家拿吉他，虽然麻烦，所以我女朋友也帮我拿吉他过来。哎，来了，谢谢。有时候来不及，我会帮他拿。谢谢，对吧？有时候公司太忙，就只能从高铁站直接过来，来不及回家拿。以前我会接家教啊，那接家教就是时间花很多，他赚的没那么多。那唱歌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case， 但是就是这1个半小时我很开心，然后又可以补贴生活。觉得这段时间是在1周全部都是工作里面一个很难得的时光。反正他去台北开会，我就能预测到我差不多要帮他拿吉他了，对啊，然后有时候就会跟他抱怨说，为什么每次时间都掌控不好？明明1个小时就1个小时，怎么这么没时间概念？就我们常常很因为时间的关系吵架，但是我也不会希望他因为我，然后就没有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对吧？现在慢慢有在改，我有在改善了，去配合他。She put on her makeup and brushes her long hair. 有时候就会觉得，他就一直在往前冲，然后我就一直在后面等他，然后花了我很多时间。可是我后来想说，这是你实现梦想，就是你这个现在年轻去做是最好的。我不希望他因为我，然后导致他没有往前。因为他创业之前的所有努力，我都慢慢的看，然后发现就是一直在蜕变，一直在进步，然后我就其实也是蛮佩服他的，觉得他很厉害。为了支持男朋友嘅創業嘅夢想，玉清和表弟分擔公務人員按天貼嘅條路，專心照顧為事業打拼嘅男朋友。同樣，玉泉為表弟分擔考到台大研究所嘅資格，繼續留喺台中，因為實現 PBD Plus 嘅成功就係佢夢想。真的很感谢家人啊，就是可能领那么低薪水还是在这边做啊，来做你们这个 PBD Plus 的东西嘛，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啊，但是到最后还是支持啊。女朋友的话就是就真的超级谢谢她，因为像明天圣诞节、后天圣诞节、平安夜，可能还是有很大一部分要工作啊，就变成很多时间她没有办法陪她，她很努力在配合我，这我真的很感谢的事情。對創業按大拼，在資範嘅情況，未做得看到有唔同嘅能量。就算前進事故嘅機會無前次到，沙不記想來同創業嘅經驗同知識，喺台中成功落單。故所開始嚟人生度第5版嘅創業 TC Incubator。在台北創業一段時間之後，然後回到台中。那時候剛好也看到說，在台灣的學校都在推行
就是所谓的新创教育、创业教育。那我在看这过程当中，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学校在教这些东西，或许我觉得都很棒。但是在如果说真的把它这样东西直接拿去做创业的话，其实不是这么的恰当。那既然很多人也在问我，那我也有这个热忱想要分享给大家，那倒不如就把它做成一个组织。那当初会取名叫TC 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自己的成长跟创业经历，受到了很多的长辈的提拔跟提携。所以我想，既然当初我是取之于社会，那现在我稍微有点能力了，那我就是回馈给社会，所以才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坚持就是说要让TC 的整个族群跟受众都是年轻的，大概是这样一个的初衷。我们4.0的时候呢，我们想要做就是在一个新创太无聊，就是参加台湾的新创圈呢，就是走的模式就是比较严肃一点点。那我们在想，所以我们要求这些 pitch 者一定要能够有互动。对，那我们在细部执行的地方的话，我们就交给宜桦来讨论一下这个部分。对，好，所以今天第2次筹备会议就是大家召集来这边的目的。整个的活动呢，其实会以这5个工作分配来做划分，那还有这些是我们目前已经先有大概设计出来的文宣的样品。那再来就是社群宣传的部分，要怎么让这场活动让更多人能够知道，或吸引更多人想要来参加这场 party， 对，这是社群主要的工作。对，也下大学4年生嘅宜桦係 TC 嘅執行秘書，負責帶啲學弟妹向下來辦一場太朋友鬧熱嘅 TC Demo Show。對佢嚟講，一場不通係一個成長嘅青學嘅機會，甚至係一個前台嘅挑戰。算是 TC Incubator 的一个成果发表会的成果展，然后也是把各个新创团队拉到这个舞台来拉到台中来做一个交流。那希望能够透过 Demo Show 这样的方式，带动中部的新创的氛围。现在看到这些核心人员大概是10位左右，10来位左右。对，那如果加上当天的工作人员的话，大概是将近30位左右的工作人员。对，因为我们会希望是让很多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场活动。对，好，我介绍一下OK， 玉兴，有一个人帮忙拍所谓的侧拍照，就是他们在后台准备时候的。今天是 TC Demo Show 4.0，那我们把它做成像一场 party， 因为我们认为台湾的新创其实要让更多人知道，原来新创的人是这么的热血，这么的努力去发展他们的商品，让台湾变得更好。然后我们在这个现场里面，我们就希望就是有面具、有酒、有音乐、有嘻哈，然后 bling bling 就是镭射光这样打，在台上的那些 pitch 的对象，他自己就像一个 movie star 一样。不要害怕去改变你的模式。就你们可能以为这个模式会成功，但怎么可能就一定会跌倒啊？有人可以用一句话告诉我说什么是共享经济吗？好，我知道没有人要理我，好，没关系。这么年轻就出来跑出来创业，而且一直在靠比赛奖金让自己活下去，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值得鼓励。我们希望把这样的经历分享出来，我们希望把别人对我们的提携再往下提携下去，我们希望把年轻一代的提携互相提携出来。未来部分，我们希望可以就是拖到商办大楼，那甚至是其他的学校去。对我来讲 ，PVD Plus 比较像是我想要专注发展的一个 business。那 TC 对我来讲，我自己的定位比较像是回馈社会，对，只是在回馈社会的过程当中，我把它做成像一家公司的方法去回馈。对于商业面来讲，我们就是一个数据分析的一家公司，那只是我们透过是 social network 的方法，跟透过网络爬虫的方法去做到这件事情。那对于外面来讲，这个品牌我们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了解到网络新创事业的这一个循环，所以我觉得这个循环是很良善的。我既可以知道业主或是前辈们他们想看到的东西，那业主跟前辈们他们想看到的东西，其实也是来自于现在这个新时代想产生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互相循环，让两边都变得更好。可用天神總部新創團隊嘅 TC， 總算鬧鬧熱熱正式啟動咧。不過 PVD Plus 嘅嚴格進度沒冇圖到，經過6個月嘅修正，根本意就會過100次比咧。而測試之前嘗試唔穩定嘅情形，係唔係都解決咧？技術面來講，我們做了很多的部署啊，我們優化了很多控制方面的演算，因為我們想要把就是要實現啊。那我們就一定要讓它做出來啊，所以才大家就沒日沒夜的把它拼出來。當初都沒有想過過程這麼困難啊，但是我們現在都還是在做啊。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事情。很多问题就是去面对、去解决，这样子事情才会好转，对啊，这是一路上都会遇到的。我觉得这也是跟学生之后就是心境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对啊。讲今爱解决产品所有嘅新问题，係認真三下來資範下去參加台北市廟數位內容交流會，嘅是係 PVD Plus 辛苦研發嘅產品，第一擺真正拿出來賣嘅好機會。不過就呢一個時間，哪一隻冇上到嘅好消息，本團隊幾日累積下來嘅唔順時，幾度時間懊惱一下嘅做親無鐵咧。耶，好，大家辛苦啦！今年的尾牙也当尾牙，开玩笑，开玩笑，对啊，这一年感谢大家辛苦，先静一下。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过，因为台湾就是3个代表都没有人中，他的银牌都没有，就是香港、韩国、马来西亚。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台湾拿到金牌超少，对，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就是到底差别在哪里，然后也想好下一届要参加，有没有印象？对，然后后来得奖之后就是。真的是跳起来哦，真的是跳起来。对，然后后来就是得到金牌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叫起来喊，这是我们 PVD Plus 的第一小步，进军国际的第一小步。未来我们要打世界，大家加油！1、2、3，加油！阿皮塔这一个奖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国际的奖，它是亚洲地区的所谓的资通讯界的奥斯卡。以前都在其他地方，以前最近人在新加坡，对，那今年就是刚好在台湾，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天掉下来的一个机会啦。对，你在台湾可以不用出国，然后又可以拿到国际级的认证，你又可以去那个场合里面认识到其他国际的团队、国际的厂商，一口气就在台湾做完国际的生意，所以我觉得这是天下掉下来一个机会。对，但是当听到金牌是我们的时候，那当下我就很开心，就是我们大家就是站起来吼，就哇，然后就冲上去，因为我们当时候的想法只是觉得说帮台湾留下了一面 startup 奖下来。那对于自己的团队成员来讲的话呢，就是当得奖之后，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真的我们是国际认证的，对，所以这个也是很实质上面的一个心理认证。回来我可以感受到大家的心理素质有改变。那对于一个团队的大家长来讲，我看到大家的成长，这是最开心不过的事情。做得拿到算是亞洲資通界嘅奧斯卡金牌獎，也係團隊親大嘅鼓勵。不過佢哋冇安尼太太咧，因為在講好嘅創新方面，係講賣唔出去，還係冇法度生存。故所天電來嘅數位內容交流會，團隊就會很抗認真去表現。这像这是我们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就是2个团队 TC 跟 PVD Plus 都在赶工，这个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的事情。然后这一张，同一时间，我另外一个团队 TC， 我们也是在赶工另外一个系统出来，然后必须也是要做一个提案。那这一张已经是凌晨3点半到4点左右的事情了。这是黑白的，是我把它处理过，看这个脸都是很臭的。对，当他们在赶工的时候，结果他们的老板在旁边拍照，其实他们是很不爽看我，很感动啊！这真的是很感动，因为有时候看到就是像我们上个礼拜就是在半夜都是弄到4、5点这样子。其实对于这件事情来讲，其实我是很感动又很欣慰，我有2个这么棒的团队。对，那这2个这么棒的团队都是大家就是愿意就是照24小时3班轮班这样赶工这样下去，我觉得这些也是年轻人创业的一个激励吧。为什么？因为现在台面上面的这些老板们，年轻的时候也是一群这样的伙伴，然后3班轮班这样打天下打出来的。那现在我们也只是在经历这一段，所以我觉得遇到有这一群伙伴，我觉得很幸运，然后也很感动。对。Apple 生态系里面的这样系列手机第2，这个的充電線要先拉，也不需要拉。像我们刚刚这样 PVD Plus 開發嘅產品按照 Dome Motion， 現時已經做得提供本軟體開發者運用。認真準備參加嘅 Digital Taipei 數位內容交流會，就是一場賣產品嘅好機會。因為現場就有青島軟體開發商，咩係執法新團隊想要去爭取嘅客戶。
作。那它有什么样的应用呢？我这边还给你看，这里登录系统，那就只有我签嘛。对，那你也不一定是签名，你也可能是你随便画图，反正你记得就好。能够理解到，就是说未来这种穿戴式装置会越来越多。这样理解，这样理解。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参加这个展啊，其实是一个最好可以得到客户的一个地方。在我们在谈话的过程当中，旁边就有人一边在玩我们的产品，然后想要了解，然后想要知道说到底是要怎么买、要怎么用、要怎么使用。所以我们比较希望的是大家用了，然后喜欢、热爱，然后去找朋友去做推荐。所以我们初期会用这个方法去做我们的推广，因为我们认为一个好的产品，它本身就会是一个最好的宣传管道，它不太需要额外的包装或是修饰，它本身就具备渲染力。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产品做到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分享给大家。酷哎，谢谢。哎，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留一个简单的 email， 我会 OK 续集。非常当中有数位游戏、智慧家庭、然后 VR、AR 各类创伤，都可能會有智能控制嘅需求。故所團隊啲設計嘅產品做展示，另外要主動去尋機會認識人。希望都得開發出含卡多嘅商機。那我们现在是在 focus 在就是这种行动装置跟游戏的开发，就你们是感应这个东西，然后把它传到游戏动作上面。对，我们就感应你现在所有的动作，然后帮你解析出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动作。哦。对，然后看你对应要到游戏上啊，或者对应到刚刚那个球球上，或者对应到小飞机上，或者对应到网页上都可以。这些我们这次来参加这个展，是因为这个展上面的很多参展单位都是算是我们的合作对象，所以我们来这边参展，其实我们都会很主动的去找其他的参展对象去讨论我们的东西，并且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共同开发或是共同使用。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参加这个展啊，其实是一个最好可以得到客户的一个地方。そしてこのアプリの其实今天还蛮开心，就是说，首先也有日本的客户来跟我们就是谈，就是说想要跟我们理解我们的产品，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到日本合作，或者是把我们东西拿到日本去卖。那也遇到很多的独立游戏开发者，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VR 的开发者，有在想要了解到我们的东西，那看看有没有试着可以合作。所以就这一次参展而言，其实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是，有一些目标都有达到这样子，对。Okay, it's cool. It's cool. Thanks. Take care.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nice meeting you. 長期關注 PVD Plus 嘅紫車飛參觀微先生，今晡日 TPM 來到會場，了解業務開發嘅情形，同時會提供示範一條對未來推廣方向嘅建議。今年年初就是剛接觸到他們的時候，他們的產品就是剛上線，然後也被媒體報道。那個時候就是有幫他們找一些，不管是投資的資源，或是有一些其他的活動的資源等等，然後就希望能夠借此可能去往美國發展。因為這個東西以台灣來講還太新，以目前來講，台灣的市場不是他們主要的市場，所以他們必須要往國外走。那尤其如果這個東西從國外紅回來，台灣人更願意買單，這是我覺得更好的方式。也就是說，你看嘛，像平常你要做這樣的體感控制，基本上很簡單，就是手往前推，它會往前走，拉回來就拉回來。對，那像是射擊遊戲也可以，例如說我可能像 CS、VR 的版本，可以蹦蹦蹦，用這樣的動作，我可以去把它吹平起來。對，那現在有一些是手環的廠商，對，那手環的廠商其實就只要把裡面的 data 輸到你的，要拿到它，對，這樣就可以了。雖然來滿嘅人眾多，持久嘅人並唔會少，不過幾年下來，物價都冇賣出去，團隊都吃到有條嘅實質。不過，就啲交流費不結束之前，機會總算來咧。那位厂商他比較像是自己在做擴增實境相關的開發，那他自己也想要有一些互動的應用。那他也自己也覺得說，就是穿戴式裝置應該是蠻適合的，所以他會想要就跟我們申請第1個月的優惠的服務。那之後他也想要試用看看這樣。就剛剛我們賣出的第1件的產品啊，其實很感動啊。其實未來希望還會賣很多件，不過第1件就對我們意義非凡。等下拿着好好也沒多少錢，好開心一樣，對吧？對吧？那我們也有使用者，我們趕快就可以產品修得更快。是又一個開始了，對啊，感覺還有很多挑戰，不過感覺很多東西我們做得到。
有人能够想象到，就是我们把软体当作像是一个虚拟卡片这样卖出去吗？这国内我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几家这样子做的吧？对，所以觉得这很开心，至少第一笔单就卖出去了。对。3万研发年人嘅时间，根本总算有人买去用咧。虽然挺有意思啊，不过要喺团队发展当重要嘅里程碑，要本一笔成长有咧好嘅结束。辛苦大家，辛苦大家耶！这半年大家辛苦，大家半年最辛苦了，真的，对，卖出第一套哦。对，我们的确是很需要，真的是第一笔的这样的一个订单。浩平成交了吗？是浩平成交还是？我跟正强。这时候问一下，就是感觉到自己公司的东西卖出去，这种 feel 如何？比较没有真实感，比较没有真实感，这说什么屁话？怎么突然就卖出去了？而且重点是还是卖给交大的博士，对，你看爽不爽？哇！所以我们洗牌一下，以后 Top Sales 换浩平，我开始写程式，我们两个交换一下工作。就这3个月来，我们参加了 Digital Taipei 跟PITA， 那我们其实接触了很多的厂商，那不论是在 IoT 或者在 Gaming 或者在 VR、AR， 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斩获。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就是跟一家 gaming 的厂商，他是做就是浮空投影的桌游 gaming， 我们已经开始在跟他密切合作了。那我也跟他谈到一些比较合约细部的部分。那看来这应该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好好认真去努力的地方，就是 PPD Plus Insight 这样一个概念。对，这一个阶段我们要打的是让我们的技术品牌可以更多人知道，然后这是我们下一个目标，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 ？OK 啊，加油！加油！其实蛮开心的，这3个月来就是真的是不眠不休的一直在赶工，然后当初卖出去的时候，其实心里都是激动的，纵使很开心，但5分钟过后，我们心里想的是第2套要怎么卖，所以也蛮好玩的。那当大家在想的第1份工作的时候，我想的已经是整个团队要靠什么吃饭了，对，所以。其实创业真的是一种人生的加速器，它就像打棒球一样，你必须要不停的挥棒，而且每一棒你还要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球，然后用尽你最大的力气去把这一棒给用力挥。那你期待的是你可能不小心可以擦到棒，你有可能机会是打出全垒打，但永远不变的是，当你下了这一个棒球舞台之后，你还是要不停的每天挥1000次、10000次的棒。这就是创业的历程，累积，再累积。